伊煮的母牛。我双手捧水来啉，大概等了10分钟，3个少年的爬到山顶。过10分钟，老母嘛到我。落山的时，我和下吉子超工留伫后壁，哪开讲才哪起身。行了大约200外米，母牛尾的面走过来，下面有水泉，请恁紧来，大家拢枵袂啉，当地等恁呢。听到有水泉，我就撞落去，清气的泉水伫树影的下石孔喷出来，查某的拢围伫水泉徛着。来，请你先啉啦。我惊伸手入去会甲水搅落，伫查某后壁啉嘛无清气。老母安尼讲。我用双手捧凉冷的水来啉，查某的毋愿安尼就离开，因搁摕手巾仔润淡气干。落山来接着到时某大的大路，就看到几若个香茶团烟。阮坐伫路边的柴苦歇困，母牛跍伫路边，用粉红的热鸭热狗仔的毛，热鸭起会长去学，老母加念。无要紧，到时某大哥买一支新的。自从伫油柑路，我就想买伊送我迄支插伫头前头鬃的热鸭，所以我嘛无爱伊用迄热狗仔的毛。我和下吉子看到路对面有真侪捆竹仔，就讲迄真适合做拐仔，就徛起来搁行。母牛尾后壁用走的入来，举一支比伊搁较长的粗竹机。你买创啥？下吉子安尼问伊，伊煞毋知安怎好，甲竹机交互我，互你做拐仔。我拣上粗的。袂使啦，摕粗的，人就会知是偷来的，风灾就毋好啊，囥倒转。